我还寻思奶奶老了不要钱嘞。哎，没有钱没人管，可是娘有爷有，不跟再节约。早里上那老的，他没个渣，这你看都拿着老的当老的。是啊。拿着不溜就塞钱。对。一想不给他一个的，他不敢要。要就给人存起来了，这个钱你该给他多哈。人家上去给他的。是啊。好几家子了，他儿子不给他了，也不给他钱，本子也要不了来。我这个人俺儿子不要。在我那手里，吃了钱就叫我，把本子也叫我。奶奶那个怎么这那本子要走了了？他不给你怎么着？婆婆他蛮穷的，也给他存着了。可是娘有爷有，不跟再节约，谁有啊不便宜呀？你怎么着好人有不就费事啊？